缝纫机啊，在路边剪。哦，那土啦、生锈了，还要把它修复好，不简单啊。生锈了零件还可以用啊，把土敲掉啊，生锈了要处理。它的螺丝转得开吗？会有困难，就螺丝转得开吗？可能有什么药剂啊？你看生锈到那个地步，一敲就快要没有的。敲就没有东西了，断掉了，断掉了。防御锁住为止，比较那个污